香港出現咗一個官方絕對唔會明講，但每個打工仔都親身中招嘅詐議辯論。經濟狂飆 GDP 大漲5.9%，失業率低至3.7%，睇落全員就業市面興旺，經濟一片向好，可實打實嘅職場數據卻狠狠打臉。短短8年，香港硬生生消失咗23.300名上班族。呢個唔係小幅波動，呢個係幾十萬勞動力憑空蒸發嘅真實現狀。最離譜嘅係按照正常經濟邏輯，就業人口大幅暴跌，必然引發失業潮，經濟下行，崗位緊缺。但係而家嘅香港完全近乎所有經濟常識，數據全線飄紅，普通人嘅日子卻越做越難，越拼越慌，安全感鐵底清零。呢23萬打工仔到底人間蒸發去咗邊？係移民跑路定係另有隱情？點解老闆永遠招唔到人，打工仔永遠揾唔到好工？點解報表入面嘅繁榮同我哋真實嘅生活完全係兩個世界？今日呢期視頻，我撕開香港職場最隱蔽嘅遮羞布，將呢套數據造假式繁榮，體感式寒冬嘅底層邏輯一次性講透先俾大家兩組實打實嘅官方數據。大家先記低我哋後面所有嘅拆解，全部圍繞呢兩組真實數據展開。2018年係香港疫情之前最正常、最完整、最有參考性嘅一個就業年份。當年香港嘅總就業人數係3872600人，而最新嘅2026年3月至5月嘅就業數據已經跌到咗3639300人。前後對比短短8年時間，香港足足少咗233300個上班族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23萬係咩概念？佢唔係幾千人嘅小幅波動，唔係季節性嘅人手增減，係一整座大型社區嘅勞動力直接從香港職場版圖憑空消失。但係最遷責、最矛盾、最值得我哋深挖嘅，根本唔係少咗23萬人呢件事，而係隨之而來嘅兩個亮眼數據。第一，香港最新公布嘅失業率只有3.7%，放喺全世界發達經濟體入面都係非常低、非常健康嘅失業率水平。第二，香港今年第一季度嘅 GDP 同比增至5.9%，呢個增速遠超好多成熟城市，係相當亮眼、強勢嘅經濟增值數據。講到呢度，所有人心入面都會冒出同一個巨大嘅疑問：如果香港經濟真係喺度增值，如果整體就業環境真係足夠健康，如果失業率根本唔高，咁呢個消失嘅23萬打工人口到底去咗邊度？點解數據一片向好現實入面嘅普通人，卻越嚟越覺得打工唔穩，賺錢變賤，升職無望，轉工唔敢？點解官方數據入面嘅香港欣欣向榮、穩步增值，而我哋身邊感受到嘅香港職場越嚟越凍、越嚟越捲、越嚟越冇安全感？今日呢一期我就將呢個好多人睇唔明，亦冇人願意講透嘅數據同現實嘅巨大落差，一次性俾大家完整拆解清楚。好多人第一時間嘅答案非常簡單，亦非常直觀，就係移民。冇錯，其實過去幾年，香港確實出現咗非常明顯嘅人口外流潮。好多家庭、好多年輕人、好多專業人士選擇離開香港去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歐洲等地重新生活、重新發展。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，離開嘅呢批人唔係底層閒散人口，而係香港職場最核心、最中堅嘅一批力量。呢度有教書育人嘅老師，守護民生嘅醫護人員，深耕行業嘅金融才俊，兢兢業業嘅文職人員，仲有資產零售消費市場嘅一線員工，負責工程建設嘅技術人員，各行各業嘅資深專業人士，中層骨幹、狀元經營者。呢批人嘅離開，絕對唔只係少咗一個個簡單嘅人口數字。一個專業人士走咗，帶走嘅係行業多年積累嘅寶貴經驗。一個年輕家庭走咗，帶走嘅係城市源源不斷嘅消費活力；一個中層骨幹走咗，帶走嘅係企業嘅中堅力量同創新動力；一批納稅人走咗，削弱嘅係整個城市嘅稅基同公共服務支撐能力。更重要嘅係大量中堅人口外流，直接打散咗香港職場原本極度活躍嘅人才流動體，係令整個市場嘅活力出現咗根本性嘅下降。但係我今日一定要重點話俾大家知，
只用移民兩個字，根本解釋唔到呢個消失嘅23萬人，亦解釋唔到當下香港最讚意嘅職場現狀。如果單單係移民導致人口減少，咁邏輯應該非常簡單，人少咗，崗位仲喺度，應該係更好喎，揾工薪資穩步，想像人人就業更穩，但現實完全相反。而家嘅香港係老闆日日喊招人難、缺人嚴重，與此同時打工仔、打工妹日日喊揾工難、轉工難、好工更少、收入更唔穩，兩邊困境同時成立，雙向問題同時存在，呢個先係最奇怪亦最值得深思嘅核心問題。仲有一個最大嘅矛盾點，如果只係移民外流，就業人口下降，咁失業率一定會跟住大幅攀升，但係而家失業率偏偏好低。GDP 偏偏喺度漲，普通人嘅生活體感就越嚟越差。想睇懂呢一切，我哋首先要打破一個誤區，失業率從來都唔係衡量就業好壞嘅完整標準，佢只係一個單一片面嘅統計數字。我用最簡單最通俗嘅口語俾大家講明香港失業率嘅統計邏輯，聽完你就瞬間明白點解數據會呃人，點解體感會失真。官方統計嘅失業率，統計嘅從來唔係有冇公開，有冇收入過得穩唔穩，佢只係統計一個極小嘅範圍。首先，佢嘅統計基數叫做勞動人口，只有喺香港本地有工作能力、有工作意願、正主動揾工嘅人，先會被納入勞動人口統計。只要你跳出呢個圈子，無論你有冇工作、有冇收入，你都同失業率數據無關。第一種跳出圈子嘅人係徹底離開香港嘅人，移民嘅人唔係由就業人口變成失業人口，而係直接從香港嘅勞動統計表入面徹底消失。佢哋唔需要被統計失業，唔需要拉低就業數據，只係悄無聲息咁退出咗香港職場大盤。所以失業率唔會因為佢哋嘅離開而升高。第二種跳出圈子嘅人係主動放棄求職退出職場嘅人，有人年紀大咗唔想再拼搏，選擇提前退休；有人壓力太大，徹底躺平，暫時唔揾工；有人需要全職照顧家庭老人，小朋友無法外出就業。呢啲人唔係失業，係主動退出勞動市場，同樣唔會被計入失業數據。第三種跳出圈子嘅人，係而家越嚟越多嘅靈活就業人群，做外賣騎手，做自由職業，接零散兼職，做短期合約，自賭接單，幫屋企打理生意。佢哋收入唔穩定，冇底薪。冇福利冇保障，隨時可能斷收入，但只要當月有一點點收入喺統計定義上，佢哋就係就業人口，唔係失業人口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就明啦。失業率可以話我哋知嘅，只有一件事，即係當下有幾多人想揾全職工作，但係揾唔到。除此之外，仲有無數隱藏嘅現實，冇人關注。有幾多人嘅收入已經徹底碎片化，唔穩定，朝唔保值。有幾多人睇落有工開，有班上實則隨時面臨失業降薪、裁員嘅巨大焦慮。有幾多人崗位降薪資縮水，職場含金量大幅下降。呢個就係點解數據越好睇，普通人嘅體感越冰冷。接下來，我用6大核心邏輯帶大家層層拆解呢個消失嘅23萬職場人口到底去咗邊？香港當煞自易嘅職場生態到底係點樣形成嘅？首先，我哋要明確點解一定要以2018年作為對比起點，唔係為咗製造焦慮，唔係為咗美化過號，更唔係刻意挑選高位對比。最核心嘅原因只有一個：2018年係香港最後一個完整常態、冇疫情、冇通關中斷、冇大規模人口流動嘅正常就業年份。喺嗰之前，香港嘅人口結構、職場生態、行業鏈條、消費市場、人才流動都係穩定而成熟嘅常態模式。如果我哋只係睇近1-2個月、近半年、近1年嘅數據，幾千人嘅漲跌都係正常波動，根本睇唔到本質。但係將鏡頭拉長8年，由2018年睇到2026年，我哋睇到嘅根本唔係波動，而係絕稿性、永久性、不可逆嘅職場萎縮。香港嘅上班族唔係突然變少，係逐年穩步持續流失，一點點掏空咗成個城市嘅職場根基。第一層核心原因，人口外流，帶走嘅唔單止係人數，更係職場生態。好多人以為人走咗，崗位空出嚟，
本地人就可以上位，就可以加薪，就可以有更好嘅發展。現實完全唔係咁樣。過去幾年離開香港嘅人，結果非常優質，恰恰係香港最唔可以流失嘅。嗰班人入面有大量啱啱成家、願意長期本根嘅年輕家庭，有撐起行業中堅力量嘅中層專業人才，有深耕一線10幾年、經驗充足嘅老手熟，仲有原本會喺香港消費納稅重要、創造崗位嘅優質勞動力。一座城市嘅職場活力，從來唔靠單純嘅人口數字，靠嘅係職場密度。咩係職場密度？就係人才流動嘅速度、崗位迭代嘅頻率、行業更新嘅活力、機會誕生嘅效率。2018年之前嘅香港職場密度極高，企業招人快，人才跳槽快，行業轉型快，新人上位快，整個市場活水流動，充滿機會。而家嘅香港人冇走光，但職場密度鐵底變淡咗，活水變成死水，流動變得停滯，於是就出現咗香港獨有嘅職場悖論。企業永遠喺度喊缺人，但係永遠招唔到合適嘅人；求職者永遠喺度揾工，但係永遠揾唔到合適嘅崗位。呢個唔係雙方挑剔，係人才缺稿同崗位缺稿鐵底錯位，係多年優質人口流失留下嘅不可逆後遺症。第二層核心原因，人口老化同退休潮造成全行業熟手斷層。好多人忽略咗呢個消失嘅23萬人入面，有相當一部分係自然退出職場嘅本地中年人、資深從業員，年紀到咗，身體扛唔住高強度工作，需要返屋企照顧老人小朋友，體力精力跟唔上職場節奏。佢哋冇移民冇失業，只係慢慢由全職轉兼職，由兼職鐵底退出職場，回歸家庭，選擇退休。喺統計數據上，佢哋完美消失，唔影響失業率，唔影響 GDP， 悄無聲息離開勞動市場。但係喺現實行業入面，佢哋嘅離開造成咗全行業嘅熟手斷層。大家可以認真觀察，分析出所有行業餐廳、物流、零售、銀行、後勤位、建築、地盤、教育、醫護所有一線崗位、資深崗位全部出現嚴重嘅青黃唔接，老員工退咗，新人接唔上，熟手留唔住，新手頂唔上。所以老闆話招人難，絕對唔係假話，因為市場缺嘅唔係隨便一個人頭，缺嘅係有經驗、能夠上手穩得住、性價比匹配生活成本嘅成熟勞動力。而打工仔話揾好工難，亦絕對唔係挑剔。因為而家留低嘅崗位大多工時更長，壓力更大，薪資停滯，福利縮水，前景模糊，兩邊都冇錯，只係市場嘅供需質量已經鐵底降級咗。第三層核心原因，工作形態鐵底碎片化，穩定崗位大幅減少。呢個係近幾年香港職場最隱蔽、影響最深嘅變化，亦係失業率完全體現唔出嚟嘅變化。以前我哋理解嘅上班係一份全職工作。一間公司一份固定月薪，一條清晰嘅晉升路徑，只要踏實做就可以穩步積累，逐年晉升，慢慢向上流動。嗰個係一代人嘅職場信仰，肯捱、肯做、肯努力就有出路，有晉升，有未來。但係而家香港嘅職場形態鐵底變成咗大量嘅中間狀態，越嚟越多人唔再擁有穩定嘅全職工作，而係靠外賣平台自由接單，多份兼職拼漏收入，依靠短期合約自保經營，幫襯家族生意維持生活。從統計數據睇，佢哋全部屬於就業人口。香港就業率依然好睇，但從生活體感睇，佢哋冇穩定、冇保障、冇底氣、冇未來。香港嘅生活成本、房租、物價、學費、雜費依然高昂月供，嘅租金、家庭開支、養老壓力一分唔會少。但收入由穩定月薪變成咗睇天食飯、睇單食飯、睇行情食飯。以前有工開就敢供樓、敢消費、敢規劃未來，敢跳槽爭取更好嘅發展。而家有工開只敢小心翼翼穩穩，久住唔敢轉工，唔敢請假，唔敢休息，唔敢談判加薪。企業亦鐵底改變咗用人邏輯，唔再長期養人，唔再承諾保升，唔再俾終身保障，唔再主動加薪補福利。能用短期合約就唔使長約，能用兼職就唔使全職，能用項目制就唔使固定編制。職場由長期共生變成咗短期交易，所有人嘅安全感都被鐵底抽走咗。第四層核心原因，
GDP 精緻同普通人生活貼底脫啲，知數據繁榮唔等於民生繁榮。好多人疑惑 GDP 漲咗5.9%，經濟明明向好，點解普通人完全感受唔到？答案好簡單，而家嘅香港 GDP 係少數行業、少數圈層、少數資本嘅增值，又唔係全民共享嘅增值。早年嘅香港經濟係全盤聯動，全民受益自由行，興旺零售、餐飲、酒店服務、安保、清潔全部。興旺樓市活躍，裝修、建築、地產、銀行、法律、中介全部增收。嗰個係一條街、一座城，全行業共同繁榮嘅時代。小市民可以清楚感受到市道興旺，機會遍地。但係而家拉動香港 GDP 增值嘅係出口貿易、跨境金融、資本市場投資、資產價格波動、大額跨境交易。呢啲經濟活動確實可以拉高宏觀數據，提振整體 GDP，令資本市場獲利。但根本唔會下沉到基層崗位，唔會惠及普通打工者，唔會帶動街邊實體經濟，於是就出現咗最扎心嘅反差。上層睇數據經濟強勁，增速亮眼，走勢向好；下層睇生活，人工難漲，崗位收縮，生意難做，機會變少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極少人講透嘅隱形痛點，職位降級。呢個係失業率最大嘅盲區，亦係無數中年香港打工仔最真實嘅痛苦。好多中年人原本係中層管理、銷售主管、銀行後勤專業、文職骨崗位穩定，清晰收入體面財，足以支撐中產生活、供養家庭、規劃未來。一旦遭遇裁員、公司總組、強業收縮，為咗養家糊口、維持生計，只能被迫降級就業，從專業歌轉去做外賣、保安雜工、短期散工、基層服務崗。喺統計上，佢哋依然係就業人口，失業率唔會升高，就業人數只係正常輪換。但係喺人生層面、家庭層面、生活層面，佢哋係實實在在嘅向下流動。呢種崗位降級、薪資縮水、社會地位下降、職業尊嚴流失帶來嘅打擊，心理壓力同生活焦慮絲毫唔亞於失業。呢個就係點解 GDP 喺度漲，但中產越嚟越難，普通人越嚟越慌。城市嘅經濟總量喺度提升，但係工作嘅含金量、崗位嘅穩定性、生活嘅幸福感，全部都喺度下降。好多崗位睇落仲喺度有人喺崗位，但係已經撐唔起過號嘅中產生活質素。呢個先係大家覺得唔對勁嘅真正根源。第五層核心原因，外勞政策重熟悉長議價權，本地人加薪難度持續升級。呢度我講一句最客觀、最中立、最貼近現實嘅話。外勞唔係搶飯碗，但係稀釋咗本地打工者嘅議價底氣。香港好多基層行業、體力行業、艱苦行業長期存在人手缺口，院舍護理、清潔、建築、餐飲、輸後勤常年招工不足，依靠外勞補充崗位，係客觀現實，亦係城市運轉嘅必要支撐。但普通打工者嘅焦慮，從來唔係冇工做，而係唔敢談薪、唔敢爭取、唔敢跳槽。以前嘅職場邏輯好簡單，老闆唔加薪、唔改善待遇，員工就咁跳槽。市場崗位多、機會多、選擇權多，員工手握主動權。而家嘅職場邏輯鐵底變咗，企業有咗大量外部人力備選，崗位隨時有人補位，老闆嘅用人選擇變多，員工嘅跳槽籌碼變少，薪資唔會斷崖式下跌，但加薪速度大幅變慢，加班補貼續作漸縮水，福利改善少少冇期。跳槽談價嘅底氣越嚟越弱，好多人感覺唔到明顯嘅失業壓力，但係可以日復一日感受到呢種隱形嘅職場壓迫。嗰啲招人難嘅崗位，本身就個工時超長，壓力極大，薪資偏低，性價比極差嘅崗位，本地人唔願意做，唔值得做。而當呢啲崗位被外部人力補齊之後，本地基層打工者最擔心嘅事就發生咗。劣質崗位長期固化，薪資水平難以提升，職場待遇再亦難以改善。第六層核心原因，中年職場人陷入絕稿性成家，全民職場焦慮持續蔓延。年輕人嘅職場困境係起步難、起薪低、前路迷茫，而中年人嘅職場困境係轉身難、退路少，隨時被替代。中年打工者最怕嘅從來唔係當下失業，而係慢慢發現自己變成咗公司眼中成本高、增速慢、價值弱化嘅存在。
留喺公司隨時面對架構重組、人員優化、縮編減薪、想跳槽、年齡受限、技能固化、市場接納度變低、想學習新技能、轉型新行業又精力不足、成本過高、風險太大。佢哋每日準時上班、認真做事，維持穩定，睇落一切正常，內心卻無時無刻唔喺度盤算。如果呢份工冇咗，我仲有咩選擇？我仲可以做啲咩？我可唔可以撐起家庭開支？呢種深層長期纏字嘅焦慮失業率，數據完全統計唔到。失業率係事後數據，只有真正失業咗、揾唔到工咗先會被記錄。但普通人嘅職場不安，早喺失業發生之前幾年就已經鐵底船根，持續發酵。講到呢度，大家終於可以完全明白點解所有矛盾數據可以同時成立。香港可以有5.9%嘅 GDP 高增值，可以有3.7%嘅低失業率，可以減少23萬就業人口。同時，普通人可以越嚟越冇安全感，越嚟越覺得難做，越嚟越迷茫焦慮。數據冇錯，體感亦冇錯，只係數據統計嘅係宏觀總量，普通人感受嘅係微觀生活。最後，我想帶大家睇懂一個比移民更可怕、更值得警惕嘅核心指標。勞動參與率失業率話你知有幾多人想做工揾唔到工，而勞動參與率話你知有幾多人已經唔想做工，唔願意做工，覺得做工唔划算。呢個係一座城市職場信心嘅真正晴雨表。而家香港真正嘅隱患早就唔係失業，而係職場性價比持續走低，令人主動退出勞動市場。一位全職媽媽外出打工嘅薪資，扣咗交通費、餐費、托兒費、時間成本、精力成本，最後所剩冇幾，甚至得不償失。於是選擇留喺屋企貼底退出職場。一位50多歲嘅中年人睇清職場年輕化、技能迭代快，自身優勢褪去，薪資吸引力不足，於是主動選擇提前退休，唔再參與職場競爭。一位年輕人睇清入門崗位薪資低、壓力大、內卷重、前景窄，睇唔到上升，希望唔係唔想努力，係努力嘅回報率太低，根本唔值得。呢啲人全部唔會推高失業率，全部唔會影響 GDP 數據，但佢哋嘅集體退出，意味住一件更可怕嘅事。香港職場嘅向上回報邏輯正慢慢失效。以前嘅香港，努力就有回報，捱得住就有出路，堅持就有上升空間。